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民，新闻工作做9年外，即阵是咱公司台语台湾新眼界节目的主持人，嘛是咱台湾师范大学的这个台文所的这个博士班的这个学生。自细汉的时阵，就是厝里阿公阿嬷拢开干妈店嘛吼，所以当阵咧做生意啦，甲人客咧计较拢是讲台语。所以嘛无特别去学台语，但是伫国考开始，拢是即个华语的即个教育嘛吼，一直到即个我国考6年，有机会去参加即个朗读的即个比赛，因为迄个比赛咧是即个专关的即个比赛是用闽南语，才有开始透过比赛方式去进一步来学即个语言，即阵因为即个工课是台语台的即个关系，所以更加爱去入捌讲，除了语言用讲的以外。文字的这个书写，嘛是我即阵上要义的这个代志。本早是练华语的嘛，无着顶，老师讲你袂歹，你下载去拼看卖的其他。所以这是第一场去参加县政府的这个比赛，这是87年度，国中嘛是继续去参加啦所以国中这个奖状也好，还有写伫报纸的，拢是第2个啊，拢做老二。无做第1个，所以感觉人生可能有一个遗憾。伊当阵为着要练演讲，家己嘛爱写歌，有量就有福。你是毋是定定甲人起冤家咧？定定冤家冤家，最后煞毋知影为着什么原因？就是爱冤家。对。所以迄当阵看这个歌写起来，无遐尔啊，无顺啊吼。但是就是安尼豆豆练。对，即阵若是台语老师看到的，这可能倒弹的。但是高中家己写已经算袂歹。即阵拢嘛是有诶，拢请老师咧写。一号请上台。各位评判先生，在座的好朋友，大家好。来，搁一届较自信的。各位评判先生，在座的好朋友，大家好。各位评判先生，在座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第1号。今仔日我所要朗读的题目是：自迄当阵国考开始，一路拢是会参加这款比赛，结果嘛摕到全国的这个第1名。所以我就想讲，语言是本地是妈妈给我的，透过这个比赛，等到我把这个我比赛的这个语言给妈妈呢，是无共款的传承呢。上大的部分就是讲，因为这个可能爸爸妈妈惯势使用的这个语言是因过去较接嘴讲的，但是若要进入去甲比赛，其实比赛有伊的这个语言，也是讲你的这个声情也好啦，拢是有一套这个比赛这个规则伫咧。所以迄当阵妈妈可能较无惯势一地。所以这个部分，伊就是爱调整真久。这是倒位的乞食名？阿公，这是倒位的乞食名？乞 KIT 乞。买手嘛看到讲妈妈真正伫即地头顶，咱看到伊真用心去自唔敢去哩，唔敢上台，到尾也真正会当去比赛，得到这个名次安尼，嘛是感觉真欢喜啦安尼。台湾话实在真好听，讲起来哪得唱歌。台湾话有8声7调，讲出来悬悬价价，听起来水个自然。伫无共款的动作，都无相像的表情，连声调嘛着变来变去，用台湾话来请安小姐们，上有人情味。一声熬早，食饱未，甲大家感情拢连结做伙。厝边隔壁，无论阿伯阿姆，若出嘴讲台语，大家亲像共一伙人。自个人的展出，我想要行这个新闻这条路。但是自我这个新闻工作，有伫台视啦，搁有伫香港的这个报纸、网络电视也好，去美国做特派记者，嘛甲民视啦，真侪种媒体。踅了这个地球一年了后，其实想讲，
上本土的物件是上在地化的物件，但是伊嘛是上全球化的这个物件。就是你甲人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咱上有甲人有精差的这个所在，会当继续去表现的这个部分。所以当阵公司台语台有这个机会，就来甲这个公司台语台，甲我上爱这个语言，甲我上爱工课结合做伙，就是这个新闻工课，甲上爱语言，就是家己的母语台语安尼，两个做结合，会当互我伫未来这个工作，也是讲做一寡人生的这个实践安尼。平常时敢若无休困，你逐工透早就是先现报纸嘛，报纸现了，大概知影可能有发生啥物代志无入到的。其实即马网络嘛真方便，所以透过网络，因为阮做真侪国际即个议题，所以一定要伫网络，也是讲即个 YouTube 即马会使看到其他即个国际即个频道，拢会使接受到上新的即个消息。入到即个公司了后，9点半就会开始开会。一般咧，即个议题阮就先定好，其他即个编辑也好啦，还是客户也好，因就去找人，适合即个主题的人去邀请来宾来。其实上重要就是即个开会讨论的即个部分。什么款的即个角度要来讲即个议题，就是阮开会上核心的即个部分。12点外到1点外，中午有一个冷棚安尼。所以我就会使去找讲是毋是都有搁较需要去加强的。到2点半、3点时阵，来宾就来这个时阵就会使甲来宾搁一家对这个卡本的这个内容到底安怎讲较适合这个议题安尼。尾手就是4点时阵正式去上台安尼，拢是甲时间咧走相约啦吼。这边先来邀请咱来宾，第一咱邀请台大社会系教授黄克先。看到美国对这个15人 George Floyd， 顶礼拜咧是因为白人警察伊的暗棍为不断转开来过身，嘛引发着全美国示威的抗争。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learn 2 languages at once。欢迎收看中英台，我是阿明张伟明。中英台这个节目其实是真早前想要伫这个网络做一寡这个推测台语，迄当阵也无公司台语台，迄当阵咱看到这个传统的媒体。做台语的物件嘛是少，所以想讲透过网络会当来去做一寡台语的这个部分，嘛会当来教大家用台语来教一寡这个英语的这个字，所以当阵有真侪种做法。一开始是网络的这个直播，尾啊咧正式中英台成立是我去美国的时阵，迄当阵我是这个台师大去到 UCLA 去做交换的时阵，这个中英台这个概念就搁较明显啦，就是讲真正是伫咧美国。伫遐讲台语，但是嘛，佮甲英语来做一寡结合，所以当阵嘛透过这个剪接，去做一寡，咱讲做用中英台来去带大家去看国际这个新闻，但是中英台嘛做真侪种企业，嘛伫街路做访问的，未来嘛想讲会当做一寡我较爱的这个主食的物件拿煮做这个主营台，嘛邀请可能会当有这个未来会当有这个。大人物甲我做伙来拿煮食，拿讲一寡这个笑亏的代志，嘛，咱讲正经的代志，来做一寡无共款的这个企业安尼。这个总统 Trump 实在真有叫嚣，即阵伊要制裁中国。中英台今要教大家字，就是有叫嚣，有价值。台语透过可能公司台语台，还是讲这个少年辈咧推测，会当互伊有这个新的这个现代化的部分用台语，咱嘛会当讲社会议题；用台语嘛会当讲国际这个新闻。所以台语即阵透过公司台语台真侪节目，也是讲像我阿明安尼家己这个有这个团队这个拍拼，会当互大家看到无共款的这个台语复健的这个效果安尼。